台积电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下降到2.91%，另外嘛提醒说落来可能会出现汇率战。为着要因应美国关税政策的冲击，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去到台南，甲产业界开座谈会。伊讲在野拢咧话讲爱普发现金1万块，伊毋过这条钱不如是用来咧支持咱国内产业靠谱。透早起，台南安平工业区甲在地产业界代表进行座谈。总统赖清德甲经济部长郭志辉，还有行政院秘书长蒋明生等行政团队成员，目标放伫关税政策变化甲产业发展议题。总统强调，政府因应关税冲击，4月初第一时间就提出880亿支持方案，因应产业反应提悬到930亿。政府是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钱要花在刀口上。在野党是希望每一人普花1万块钱，一个人1万块钱就2300多亿，2300亿要怎么样来使用，对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比较有帮助。受川普政府关税一直调整政策，但今年下收全年经济成长率是2.91%，比1月预测单下收0.51个百分点。预测在提早优惠效应之下，下半年外需可能会明显转弱。对着关税政策调整，更较注意的是连续来汇率战。要注意是因为贬值，地区下价竞争。要是人民币贬值，东南亚会有好几个货币跟它一起贬。但是升值的呢，日本、台湾、东南亚的泰国跟越南就有可能被美国逼着升值。如果现在大家都不能卖美国，大家就互相往内互打，互相乱卖，谁价格低，谁就会卖得更好。现在有一点超额利润哦，因为真的是转淡。目前，我们看得比较清楚，这是第二季。那3、4季要等川普的对等关税出来才会知道。但经济分析，这波目前的问题一直升温，再加上民间投资也有消费也下收，为了全年的经济出现尽管后价态势。另外，美国联总会发出可能降利息的信号，鼓励美股起来，台股2股跳空开悬，在电子金融宽达股带领之下，目徛到2万点的大关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